环境部公布国内2023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是比2005年减4%，不过能源部门的排放量却是增加1%。最近佮启动火力发电，这碳排放量敢会增加呢？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，这备用机组的使用时间拢有限制，碳排放量应该是袂增加。 国内排放温室气体上新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排放量来到278.638万吨，比前一档减少，嘛比基准年2005年减4.48%。其中能源部门放上高，比前一档减少，却比基准年增加1.1%。面对火力发电取代核电，大拿兴达电厂备用机组开落去跑，虽然伫毋是空污柜对空气品质的影响无明显，不过碳排咧。 等于是紧急备用，所以目前来看的话，它的时数也有一定的限制，而且它的量，其实你看的台电的这个煤的使用量，这几年是大幅度的在建立当中，煤换成气这个的效益，对于我们电力排碳系数或整体减碳是有帮助的。 环境部长彭启明讲，若加速用天然气代替氢炭，对减碳有真大的帮助。如果2030年氢炭发电比例剩9%，到2035年要达成减碳28%的目标，还阁有希望。环团是肯定国内电力排碳的数字是逐档降低，不过认为讲2035年想要达到标准，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还阁增加。 在风力跟光电里面，其实都遇到一些瓶颈。那你这2年如果没有办法突破的话，你2030年的时候，你再生能源的占比如果没有办法冲到32以上的话，其实那当然就会很难达标。 环团办记者会讲，国内前11大排碳大户用氢炭发电有7间企业，拄好是耗碳用上侪的7大业者。环团点名台塑石化、台塑工业、台化、甲南亚，套碳的总用量1013万吨，甲中华一档用的套碳1200万吨，差无多。台塑四宝1年的用煤量已经接近中火的用煤量，台塑集团应该要优先来制定这些燃煤计划，不要再把这些污染 变成他们的利润，然后让成本转嫁让社会大众来承担。环团强调，关注氢炭污染的时，嘛爱要求排碳大户爱担责任。这个企业有76个高污染排放的工厂，挖进学校、病院甲人口真密的所在，对公共健康造成威胁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